日本歌壇天后濱崎步原本11月29號喺上海開演唱會，點知喺開唱前一日因為不可抗力因素突然被取消。不過呢位敬業嘅歌后唔想令到所有準備白費，收到取消通知之後，佢同團隊做出咗一個令人感動嘅決定，依然按照計劃踏上舞台，為現場14000張空凳由開場到 encore 完整演出一場演唱會。濱崎步11月30號喺 IG 分享咗呢場特殊演出嘅相，途中佢同舞者喺燈光絢麗嘅舞台上全力表演，但舞台下空無一人。佢發文講到，面對14000個空位，仍然感受到來自全世界粉絲嘅濃厚愛意，形容呢次係佢最難忘嘅演出之一。佢特別感謝咗來自中日兩國嘅200名工作人員，正因為佢哋嘅努力，先令呢場演出得以實現。呢次突如其來嘅取消，令到大批粉絲相當失望，唔少中國粉絲都喺網上發表不滿，事件亦都引起咗媒體嘅關注。不過濱崎步以專業態度將危機變成咗難忘嘅表演。佢表示團隊已經將呢場無人演唱會錄低，希望未來可以用適合嘅方式同所有支持佢嘅粉絲分享。好多粉絲同埋媒體都大讚佢依場無人演唱會展現咗極高嘅職業精神。但喺12月1號，事件出現一個戲劇性轉折。根據內地媒體報道，演唱會攝影團隊有個叫做賴中龍嘅工作人員發表道歉聲明，佢話網上流傳嘅一人演唱會信息唔啱，相關照片係佢喺彩排期間違規偷拍，然後上傳到個人社交賬號，結果被自媒體錯誤渲染成獨自唱完整場演唱會。呢份道歉聲明引起咗唔少質疑，因為濱崎步已經喺 IG 證實完成咗呢場無觀眾演出。有網友甚至嘲諷話呢個聲明係現代版嘅指鹿為馬，質疑點解濱崎步團隊喺演出取消後仲搞咗有完整燈光同效果嘅彩排。呢件事發生喺中日關係緊張嘅背景下，近期已經有多位日本藝人在中國嘅演出臨時取消，預計事件會繼續受到關注。